Hello， 大家好。趁住暑假，唔少家長都會安排同小朋友出去玩或者去旅行，但要長時間面對活潑好動嘅小朋友，真係少啲精力都唔得。冇錯啊，所以今個月 Young Living 準備咗一系列嘅暑假法寶，等你可以輕鬆度過暑假，開心玩之餘，仲可以保持健康。即刻一齊睇睇有咩推薦啦！暑假係放鬆嘅好時機，但有時陪小朋友玩或者係要計劃旅遊行程，都會令人有啲壓力。呢個時候不妨用呢支 Stress Away 複方精油幫手放鬆心情啦。只要今個月1至15號嘅早鳥優惠，買滿125 PV 嘅忠誠獎勵訂單就可以得到一支。Stress Away 複方精油係由青檸精油同埋香草萃取物組合而成，入邊仲添加咗薰衣草、北非雪松、虎佩巴、奧寇蒂木等一系列令人心情放鬆嘅精油。當你覺得心情煩躁或者有壓力嘅時候擴香，佢獨特嘅清新香氣可以幫助你舒緩壓力同埋情緒。或者你都可以喺沖涼嘅時候將佢加幾滴入 Young Living 嘅基底沐浴乳，令你喺夜晚都可以保持平靜嘅心境。一到放暑假，戶外活動特別多，身體要有充足嘅能量先可以玩得盡興。今個月只要購買滿190 PV 嘅忠誠獎勵訂單或者標準訂單，就可以獲得一張 Super B。大家知唔知維他命 B 可以話係細胞嘅電池？佢喺身體能量代謝中扮演住重要角色，為我哋嘅身體提供動力。而 Super B 就蘊含8種人體必需嘅維他命 B 集，仲特別添加玉豆蔻精油同埋礦物質，等你可以全方位補充身體所需營養。除此之外，維他命 B 仲可以支援我哋嘅情緒、心血管健康同認知功能，對我哋嘅身體健康非常重要㗎。但由於身體唔會儲存屬於水溶性嘅維他命 B， 所以大家記得要定期補充啦。去旅行點可以唔試下各地嘅特色美食呢？但短時間內試咗咁多唔同嘅食物，好容易會令到腸胃不適或者負擔加重。今個月只要購買滿300 PV 嘅忠誠獎勵訂單，就可以得到一樽 Digest and Cleanse。佢嘅配方蘊含多種天然精油成分，包括茴香、八角、生薑、薄荷、檸檬等等，專為支援腸胃健康而設計。佢可以幫助促進整體消化健康，同時舒緩腸胃不適。等你喺享受美食嘅同時，腸胃都可以保持輕鬆冇負擔。夏天陽光猛烈，戶外活動又點可以少得防曬呢？今個月只需要購買滿450 PV 嘅忠誠獎勵訂單或者標準訂單，就可以得到一支礦物防曬乳。呢支防曬乳採用天然植物同礦物成分製成，質地清爽，容易吸收，可以為肌膚提供強效嘅防曬功效，即使係敏感肌膚都啱用。而且佢仲有防水功能。無論係上山下海，你嘅肌膚喺陽光底下都可以得到保護，亦都可以減少肌膚老化嘅風險。以上就係7月份嘅 PV 獎賞優惠，記得 like、comment 同埋 share 呢條影片，俾身邊嘅朋友認識更多 Young Living 嘅產品。我哋下個月再見，拜拜。